呢一款紅酒唔係波爾多1855嘅列級裝，但係好多人見到市面上一有貨就會瘋狂掃貨，甚至乎喺盲品大會度成日都鬥贏好多幾千蚊嘅名裝。唔係吹水，葡萄酒嘅世界就係咁奇妙。Nice。今日 Why So Funny 帶你拆解下呢一間低調酒王背後嘅瘋狂故事。喺講呢一間莊之前，我哋要了解下佢嘅出生地聖朱利安。佢係波爾多麥多六大著名村莊嘅產區之一，面積最細，名莊嘅產量密度偏偏係最高，總面積只係得910公頃，但係就差唔多有40間酒莊咁多。單單係列級莊已經佔咗11間，成個產區80% 嘅面積早就俾呢11間嘅列級莊瓜分完。但係偏偏就有一間酒莊專門收購名莊唔要嘅土地，成就咗逆襲嘅傳奇，做出可以同列級莊媲美嘅葡萄酒。佢就係今日嘅主角 Chateau Goria。故事要去翻1942年，當時嘅市長 Henry Martin 手上只有幾公頃嘅土地，佢有一個極其瘋狂嘅計劃。既然我買唔起一間名莊，咁我就去買名莊唔要或者賣出嚟嘅神級風土地，用呢啲土地拼出一個新酒莊。佢非常之有耐性，今日喺2級莊金玫瑰買少少地翻嚟，聽日又喺4級莊龍泉嗰度買少少地翻嚟，之後又喺 Lagrange 同埋 Saint-Pierre 買咗少少地，最後將所有購買翻嚟列級莊嘅土地拼湊出50公頃嘅 Goria。Goria 喺40年代先建成，因為建莊太慢，所以佢趕唔上波爾多185列級莊嘅評級，但係佢流嘅全部都係頂級名莊嘅血。佢個酒標都特別有詩意，朋友們都同佢講呢度嘅風景如畫，呢一塊土地未來釀出嚟嘅酒一定會帶嚟無上嘅榮耀，不如就叫做Goria 啦，有歌頌天主咁嘅意思。關於味道方面， Goria 完全繼承咗聖朱利安嘅教科書風格，結合咗馬哥嘅優雅，又有坡雅嘅剛強，絲滑嘅單寧配上奔放嘅黑水果、雪松、煙草，精緻嘅橡木香氣，好難怪世界嘅酒評家都對佢讚不絕口。Robert Parker 曾經直言 Goria 嘅品質完全達到咗波爾多3級或者4級莊嘅頂尖水平。出名嚴格嘅 Neil Martin 更加係毫不吝惜，大讚佢係聖朱利安教科書嘅風格，結構精緻，毫無死角。中意果香結構嘅 James Suckling 絕對唔使講，對於佢近年嘅表現簡直係有讚冇彈。連一向奄尖嘅 Jancis Robinson 都破例大讚佢展出咗正牌列級莊嘅靈魂，係少數對消費者銀包最友善嘅頂級靚酒。如果將 Goria 蒙平盲飲，佢絕對有能力同幾千蚊嘅2級莊一較高下，但係價錢只需要2級莊嘅1/4甚至1/5，同埋佢嘅陳年能力非常之強，放15至20年以上依然係活力非凡。如果係新年份，建議大家至少醒酒1個鐘頭以上。如果你想用平民價格體驗頂級名莊嘅風土，有緣見到呢款 Goria 嘅話，絕對唔能夠錯過。你飲過 Goria 未啊？留言同我哋分享啊！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另外，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。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，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。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，掃一掃個 QR code，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，拜拜。